这次呢，主要呢，我们想创作的是台湾为主题，希望说借由更多我们台湾的文化，然后来呈现出我们台湾各个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因为刚好这个阿多啊呢，这个缇娜呢，她是我的学生，所以刚好想说那就来一个阿多游台湾然后刚好有这个学生嘛，然后有这个主题，所以我想说我们来串看，试试看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您即将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。抵达机场后，过境及转机旅客请依循转机标志指示至转机柜台办理相关手续。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欢迎您的莅临。哇哦，我终于来到台湾了！听说台湾好吃又好玩，我真是迫不及待要去看一看了。走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台湾有什么特别的文化。Let's go！头发开雨里，菊花哪里旺？阿哥相愛，身上兩三行，一上來曖昧，形容哪里真？你上來曖昧，上牙哪里重？愛爭愛，三上曖昧，叫命哪里痛哪得有？
昧，船上兩三行，一上來曖昧，形容哪裡真？一上來曖昧，上哪裡重？愛爭愛，三上曖昧，叫命哪裡風哪兒有？客家给我的感觉，第一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油纸伞，对，油纸伞让我觉得就是说，哇，怎么有一把伞可以这么的特别，而且这么的具有风味？那所以我觉得，而且尤其是又是我们台湾特有的文化，就是客家。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把它可以更美的去呈现在舞台上，让更多人去了解，原来客家这么的美。所以我才想说，借由我这一次舞蹈编创的创作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编客家舞，就是油纸伞的舞跟油桐花的舞。那桐花当然是这几年我们台湾政府一直不断的去推广油桐花，然后苗栗的桐花雨、桐花季。那所以我觉得那个漫步在那个树林间的感觉，简直是太棒了。月光光照地堂，蝦仔你乖乖瞓落床。聽朝阿媽要趕插秧咯，阿爺睇牛去上山歌。蝦仔你快高長大咯，幫手阿爺去睇牛羊。
其实呢，我觉得小孩子很聪明，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子很聪明，然后他们其实不笨，然后呢，本身我也很喜欢小孩子啊。当然，我要跟他们对话，可能我必须就是要扮演好叔叔咯，很可爱的，像那种水果台的那些哥哥姐姐那样模式，可能要用那样的方式，然后他们会觉得比较没有压力。啊，其实小孩子很聪明，你带一个位置，你只要有方法，1次、2次、3次，他其实都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好啊。
来吃鸡排哦，台湾的鸡排哦，好吃的鸡排。金华妞，来吃我的鸡排啦！这是什么？台湾鸡排啊！哦，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啊！真的。你们外国人在说的非常的 juicy 啊！哦，那我要一个。好，要不要加辣？不要，不要啊！来，原味的哈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外送、外卖、外带，你要吃水果吗？好吃吗？好吃的水果在这里。哇哦！苹果、香蕉、西瓜，还有水蜜桃，有水果拼盘，真超级赞！不要忘了，每天至少都要来一盘，回味无穷又健康。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大家都喜欢，给你从早到晚真心的陪伴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你快乐地成长。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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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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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瓜还有水蜜桃。
苹果穿新衣。星期二，想着肚子饿。星期三，爬去爬山。星期四，西瓜去考试。星期五，大家来跳舞。星期六、星期天放假了，耶！苹果、香蕉、西瓜，还有水蜜桃，有水果拼盘，真正超级赞！不要忘了，每天至少都要来一盘，回味无穷又健康。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大家都喜欢，给你从早到晚真心的陪伴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你快乐地成长。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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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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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瓜还有水蜜桃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大家都喜欢，给你从早到晚真心的陪伴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你快乐地成长。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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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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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瓜还有水蜜桃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大家都喜欢，给你从早到晚真心的陪伴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你快乐地成长。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让你快乐地成长。耶！客家呢，我去过，就高雄比较近的话就是美容，对，那我觉得那地方很美。然后在舞蹈的部分呢，其实在很多团体他们都有演绎过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有更多我们想呈现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就一开场我们就以客家为主题，那我觉得它很美，对，然后我们用了我们不一样的手法来编排，对，包括客家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因为我们的主题叫阿多亚游台湾。那阿多亚他来台湾，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台湾人，我想要什么样让他最直接、最清楚的明白什么是台湾文化。我第一个我会很想告诉他客家文化，而且客家文化这么的美，我真的很想介绍给大家知道。今仔日啥要办桌啊？今仔日哦，新明礼老礼啦。哦，是哦。嘿啦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哦，节目足精彩的，等下你看你就知影。你拿烤肉架出来做什么啊？你不知道今天也是中秋节吗？啊？什么是中秋节啊？这个中秋节吼，中秋夜宴人团圆啦，中秋节就是要烤肉啊，吃月饼啊，看月亮啊。哦，难怪月亮那么圆。对对。哦。其实中秋。我都好了。我还没讲了的，在那吹。来，大家暗晚大家好哈，我就是本暗会主持人啦，欢迎大家报名来参加今仔日的中秋暗会哦，咱的暗会呢准备足精彩的节目啦，等下唔通袂记你的扑克声哦，来，咱做伙来想看这活泼可爱、青春洋溢、窈窕美丽、劲歌热舞，扑克声甲吹落。来，双手再借给我一下。你就放心去到吧，甚至纵人间蒸发，独自吃饭或回家。你以为口渴到我吗？想人陪吗？以后我会召唤他。想跳舞吗？他懂3000种怎吧？想玩球吗？他会陪我全垒打。你爱我吗？他不用想就回答。橄榄你可能有个家，抓着他我一统天下。说实话，这还用什么？我要家，爱上我吧，非君不嫁，饶了我吧，皇后殿下，自重删掉你好吗？活得反而更潇洒，不用等你的电话，我以后直接约会他。了解我吗？发我一个小火，了解什么？双手还会限制吗？要弹琴吗？原来真的不如家。要听笑话，才会烦你长点吧。1 2 3，简单算一下，A B C 全部都下架。Don't call me， 你选好奶茶，我要它。橄榄你可能有个家，抓着它我一统天下。说实话，这还用什么？我要家。
有精彩无啊？有吼，有甲困去，你甲看觅，困甲喙啊，好心梦啊，拢食落啊。啊，即个你看哇，看到年轻的辣妹猪哥喏嘛，少吃一个哦，对无啊？来，刷落来节目愈来愈精彩，来，掌声不断。What's that？ 那是什么？哎的喜鹊啦，喜鹊，喜鹊就是那个吼，我们传说的情人节，牛郎跟织女都在这一天会见面。对，然后喜鹊就会搭乘情人桥，让他们在情人桥上见面。哦，原来 OK， 好漂亮。对啦对啦，那个月老啦，月老牵红线啊，真的哦。求姻缘的时候，那个月老会在你手上系红线啊。真的哦。对。那我也要来求个姻缘线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那
里有红线呢，我好幸运哦。希望赶快找到男朋友。我吗？这个状况很常发生啊，对，稍微语气重一点，他就一定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。对，那我喜欢这样的孩子，他因为本身他对自己要求很高，那相对对我们老师来讲，我们就轻松一点。对，但是这样整体的呈现会更好，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啊，本身我们的老师要求也很不低。对，所以我想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每个老师都会很喜欢。其实在这之间，其实很密集在排练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大家都很等待这个假期。
对，然后我们一演完，我们就会稍微让他们休息一下，但是事后了还是会好好的鼓励他们，好，然后在演出的一些影片如果有出来的时候，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你看这时候，你看你们表现得多好。
一个炒米菜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香香滚，四个炒米粉，五个粉的米，六个做碗，七个分一半白倒的烂。九个徛的看，十个滚烂烂，十一个火烧山，十二个乌鸦炒米线。土地公抛弃后，你要讲也唔讲，唔讲假假讲。你是要讲也唔讲，唔讲我讲给你讲。你拍袂着啦！你是要讲也唔讲，唔讲我讲给你讲。你讲袂着啦！我唔讲啊！我唔讲，我唔讲，唔讲，我唔讲啦。一个炒米菜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香香粉，四个炒米粉，五个粉的米，六个做干，七个分一半白做的烂。阿伯放插屁互恁听。九个徛的看，十个滚烂烂，十一个火烧山，十二个乌鸦炒米线。哎呦，阿文，啊你哪会安尼行较紧？阿妈，安尼大条行行成风，哦，安怎有这个镜头来安尼？哎呦，阿文，啊，搁有啥物代志？啊，后面那个很大很大那个是什么东西呀？哦，迄叫做大神翁啊！阿妈，我要来去看大神翁啊！紧来去。
台湾的民族舞蹈比较不像比如说客家舞，它不像原住民舞蹈，它已经有所谓的基本动作。可是客家舞比较目前为止还没有所谓的一个基本动作，那所以我们就以朝美的路线去做一个创作。对对对，所以它不像原住民舞蹈，他们有一个基本动作，就可以直接去按照基本动作，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舞蹈编排的手法，或者是队形的变化，去做一个改变。那客家舞目前就是希望就是渐渐的，我们大家舞蹈的人越来越多人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把这个的雏形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。那大家以后知道哦，原来客家舞的东西是这一些，比如说哦，客家舞有油纸伞，有什么采茶，有那个蓝山，对这一些东西，对。然后我希望渐渐的，大家舞蹈界的人一直努力，然后让它这个东西架构越来越完整。那以后大家对台湾的印象会更清楚。哎，张神老婆过来。哦，因为头发子耶，哎，那边转呐。那种啦，老公嘛。是新年，走路夫人真传钱，从啊夫走木嘿三马三铺脚，风流阿怪都大满见咯，嗨呀罗的嗨，哎呀罗的哎，哎呀罗的哎，嗨呀罗的嗨。年呀里来嘿年那年乐洋，默默切菜嘿长山龙，花边搭开嘿莫啊莫错了，莫等莫走伊嘿莫面冲哦，嗨呀罗的嗨，嘿呀罗的嘿，嘿呀罗的嘿，嗨呀罗的嗨。三马月地来嘿三马三月三，走路夫人路上行，米呀日吃饱嘿莫话莫菜喔，排猪排呀总嘿排娘生哦，嗨呀罗的嗨，哎呀罗的哎，哎呀罗的哎，嗨呀罗的嗨。
充满热情的地方。我下次还要再来，你们也要一起来哦。拜拜。